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3章1到37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耶稣一开始就预言圣殿将要被毁。圣殿将要被毁，对当时来说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这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正在经历扩建和整修的阶段。所以亲近耶稣基督的门徒心里想说，耶稣这样讲一定是有他背后的意思。亲近耶稣的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就私底下来找他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？接下来耶稣的回答就不只是回应圣殿将要被毁，他也回应在他第二次要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。这些事就像是个预兆一样，在讲耶稣就要再来了。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会有许多人他们自称是基督，来迷惑许多的人，甚至这些自称是假基督、假先知的人，他们也是会行神迹奇事的，让人远离上帝。所以我们要当心，我们要留心。甚至在那个时代里面呢，会有许多战争、饥荒，会有地震，这些天灾人祸，会让人经历到痛苦。而那样的痛苦就像是一个即将要生产的妇人，她要经历阵痛，只是个开始而已。我们都知道生孩子的人，他们会经历一连串的阵痛，然后最后生出这个孩子。那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呢，就在好像是一个预兆、一个记号，在表达接下来那件事情即将要发生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提醒我们自己要当心，因为人要逮捕我们，我们会在会堂上受鞭打，会为了主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的面前为主做见证。主耶稣的心意是要全世界的人福音要先传给万民，万民指的就是全世界的人。而当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为主做见证，经历到这些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忧虑，因为主上帝他要指示我们说那当说的话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表达。即使在那个时候，兄弟姐妹也好，或是父母儿女也好，他们彼此是仇视的，彼此是想置对方于死地的。在这里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而耶稣他要再来的时候，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在这里就有讲到说，人子要出现的时候，他会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，驾云降临。他会差天使把他所拣选的这个人民召集在一起。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预兆呢？就好像一个无花果树长出包芽，我们就大概知道夏天快来了。当我们看见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现象的时候，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就快要来了。只是他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没有人知道，天使不知道，儿子不知道，只有天父上帝知道。那人要怎么来预备跟等待呢？在这边耶稣很清楚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留心，要警醒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时刻，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临到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施行拯救，也会有审判。求主帮助我们知道，在各样的时候能够留心警醒。我们盼望主耶稣他再来，因为他要拯救我们。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再来，因为他也要施行审判。他是公义的主，他是信实的主，他也是慈爱的主。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这位主，他即将再来，我们能够面对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预兆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而且在主的里面，他要将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许多的灾祸、困难、病痛，出于人的罪恶，或是出于上帝的审判。我们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再来。
你再来之前，好像会有这些看似灾难的事发生，但是主你也应许我们，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。我们更是要在你的面前警醒留心，好叫我们的生命是合你的心意。谢谢你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